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8，诗篇第4篇第8节安尼讲：我要安然倒底困，因为只有耶和华，你互我安稳徛起。三角的祈祷。赏赐阮平静安稳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互阮安然好困的上帝，是阮平安的居所。恁早早起，暗暗困，食劳碌所得到的饭，也是空空。耶和华所疼的人，伊要互因好困。主啊，真侪时阵，阮为着侪代志操烦，阮为着一寡还未发生，也是甚至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，阮烦恼到无法度困。阮努力要固守阮辛苦劳碌所得到的，总是阮常常袂记你赐福的源头是在伫你。只有阮专心听你，倚靠你，阮才通得到你的欢喜。你也要将你所赏赐的平安赏赐阮，互阮通安然好困，也得主保守有平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专心听主，倚靠主，伊就要互咱安然徛起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